今年国际经济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高利率，所以经济成长是真有限。过来有经济学者是表示讲，明年美国联准会可能会伫6月开始降利息。以过去的经验来看，明年各国股市有可能会开始大起。受到全球景气甲去年同月比较积极因素影响，国发会公布10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是16分，比顶个月减1分。顶号嘛转做是代表较歹的拿定，引发各界关注。再来国内甲全球经济的走势，国内经济学者讲，明年全球经济会呈现成长较慢的情形。联准会可能在明年启动降息循环。美国经济成长动能，那在它的民间消费以及那就是说非住宅投资的带动之下，仍然能够维持相当不错的一个成长动能。但是到了明年年中左右的话，它可能必须要采取预防性降息，因为那如果说不适当的那调整它的货币政策的话，那会遏制美国后续成长动能，那因此会让美国经济急速的恶化。罗伟表示，联准会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的第一季，若是持续升息一码，按说明年第2季开始会有4码降息的空间。在经济形势甲货币政策的变化之下，卖同步影响市场的资金，致使国际资金的流动无稳定。目前预估，明年美金的指数波动的区间在98至105之间，新台币汇率嘛有可能在31.2至33块的之间。以过去的经验，当联准会停止升息了后，成熟的国家股市有机会出现12个月连续拢起的走势。也许这个上半年稍微做整理一下，或甚至于说这个涨都拉回一下，但基本上我们认为说明年下半年它的表现机会会优于上半年。虽然8月美国股市表现有小可救回来，不过台股早盘无受到影响，开盘虽走悬大起200点，指数重新徛到登去17300的关卡。分析师认为讲，因为美国反弹受惠，台湾 GDP 预估会增加到3.08%，库存去化结束，甲企业获利重新登去正常的轨道的情形之下，预估明年台股指数区间的观点可能会较慢爬。记者综合报道。